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面詹伟民。国内为用东南亚新住民国际工作者，用因惯习语言发声的数恐怖，前一阵啊全面来停刊，互济人感觉是真可惜啦吼。因为资金的走找出现问题，和四方部经营嘛出现这个问题啦吼。不过咱即阵有媒体经营者发心投入，要互这个平台东山再起。以下黄军人群族四方是朋友，人会报道兼服务。今日台湾新界界文化新台湾要带你了解遗憾四方部的故事。数方部伫2006年创立，是台湾头一个专门替东南亚国家新住民报道的媒体。内容是以东南亚语言加中文双语编排，包括每个月出版的越南文、印尼文，也有2个月出版一届的泰文、菲律宾文加柬埔寨文。当初因为我在代表处工作，然后刚好四方报Leslie 有来，然后找我们的主管，然后在那个情况之下就认识了四方报。因为四方报里面就有帮助我们有提供很多相关印尼相关的讯息。四方报的经营理念就是要替弱势发声，要做他乡的人的好朋友。四方报我的印象中，敢若2006年，迄阵是迄个世新大学。迄个陈露西教授，伊迄阵来开始创立的时阵，伊是希望讲会当互咱迄阵的新移民，嘛有法度有通看到因家己的语言，看到家己的文字啊，会当做一寡互来这个台湾的一寡新的移民，也是移工会当看到部分啊，所以这个力量我感觉真好。1989年，台湾经济刚好，嘛出现严重欠工的问题，真需要基层劳动人力。政府头一届以专案的方式开放外国移工。30年后的今仔日，伫台湾的移工超过71万人，重大的工程甲长照家庭嘛拢会当看到因的身影。因替台湾的产业注入劳动活力，嘛为台湾社会带来多元的文化刺激。我会记我捌。订过一2档，互我的朋友的迄个朋友的朋友的迄个，迄阵应该是我应该讲知，应该是应用的款。你为什么想要安尼做咧？我感觉讲安尼对即个第一当然是支持即个所有的理念啦吼。第二是讲啊来者是客，而且迄阵是因来帮忙我的朋友。外国朋友、新住民来台湾，不管是语言、生活习惯、甲文化，甲台湾拢有真大不同。要得到资讯的办法嘛无够济、无够紧，嘛正因为有四方报出现，来弥补这中间无法度沟通的部分。就是以最近的武汉肺炎来讲好了，就因为每天都有更新的新闻，然后因为都是以中文来讲，所以其实如果很多人就没办法看得懂中文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其实比如说口罩的以实名的政策来讲，我们就不知道要如何去买口罩这件事情。台湾长期以来主流的媒体社群，大部分拢只有华语的报道，对生活伫台湾的新住民朋友真无友善。四方报早伫10多年前就开始主动积极，和台湾的新住民朋友有一个自主会当讲话空间，内容除了东南亚各国当地新闻，嘛将台湾的新闻翻译，和生活伫这片土地新住民，嘛会当知影台湾发生的代志。群族四方是朋友，人会报道兼服务。今日咱真欢迎到咱的黄董事长来到咱这边访场。是，主持人好，咱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哇，真正咱讲四方报东山再起啊，靠到黄董事长啦吼。其实咱讲这个四方报，即阵是伫咧 Now News 集团内底啦吼。是。安怎和这个过去，和这个新住民，也是讲国际工作者，因用因上惯习这个语言，和这个平台吼，各一届。互因呈现伫因即个面头前啦吼，有啥物咩咩角角无？无，这是足侪人的努力来这个就是即摆的结果吼。因为2006年迄个四方报成立的时阵，我拄啊人伫这个世新大学拄啊咧兼课，是啊，所以
陈露西露西教授是阮足敬重的一个学者。啊，伊一开始成立数防部的时阵，就希望讲会当互咱的这个咱住伫台湾的这个新移民啊，还是移工用伊的文字、用伊语言，会当看到台湾的新闻的消息。伫2019年都有一个有机会，阮会当来做这个服务。我认为讲迄个 Now News 今日新闻嘛，需要有一个平台，会当对咱即马东南亚的国家的观众来发声。所以拄有这个好的机会，真感恩。但是咱讲过去吼，这个数防部伊这个报道这个立场啦吼，甲即阵有啥物无共款无？伊讲过去较这个左派，就是徛伫这个批评还是批判这个立场，咱即阵该做是啥物方式？其实咱是媒体，媒体对政府做唔好的代志，咱来做批评，这是应该的，这是咱做新闻人应该动作。但是咱应该讲的部分是爱对这个咱的新移民跟咱的新移工需要的新闻，会当提供更较侪的消息的公布。那是咱政府做了好的代志，譬如讲咱即马咧处理新南向，做一寡新的政策，吼，那嘛对咱即个新移民有帮助的所在，咱嘛是爱去报道，嘛是爱甲政府赞赏。所以阮即马是认为讲，迄毋是左派右派的问题。咱即马讲的东西是咱爱报道，爱真实的报道。这个物件是阮真嘛重点，甲阮的立场。有影啦吼，因为过去这个咱数防部一个真有名这个版面啦吼，这道啦吼，就是吼提供这个新住民，还是讲这个移工朋友啦吼。因为过去拄着可能这个头家对于苦毒啦吼，对较歹这个部分，互因倒走去。但是这个数防部这个平台，互因真重要，有这个头开啦吼，这个发声的这个平台。即阵这个功能啦吼，也够有无？阮即马嘛是有这个功能，譬如讲，阮即马有迄个推荐数方。新移民大家讲，总之你有啥物问题，有啥物代志，你若伫这个网络顶悬讲，阮就变做一个平台，第一个时间，阮就来问专家的意见，阮来去做报道。我相信咱即马的政府嘛真重视所有人民的声音，然后这个声音会当透起来，会让互大家看会到，我相信应该是一个真好的工具。毕竟咱的新移民即马是就是族群，所以咱希望会当来斗相共这个代志。有影啦吼。所以安尼，即阵有这个咱讲新住民也好，新移民也好，移工朋友也好，有甲咱投稿无？有足侪朋友伊甚至里面问直接甲阮的编辑讲，我有法度来写稿无？用咱的迄个，但是因可能有法度写因家己的语言。所以阮即马除了因的稿了，阮尽量嘛来做双语的语言，就是讲。因写的越南这个文字，阮嘛尽量会当用中文来做双语。这个时阵，头家甲迄个新郎拢有法度伫一个共款的文章内面会当看会到这个要表达的意思。我感觉这是真好的这族群的融合的代志。有影啦吼，因为咱讲过去这个数防部可能是一刀壁，对，这刀壁是主动这个咱讲移工也好，还是讲这个台湾的这个头家也好，可能是因这个移工朋友密伫这个文字内底，但是这刀壁所拄起来，但是因过去就是用这个华语吼，有这个标题和这个头家嘛认捌到因这个部分，但是咱即马做较个无共款啦，咱个有这个 China Post， 英文的这个中国邮报这个概念入来，这嘛是一个咱 Now News 这个集团内底啦吼，真特有的这个。现象吼，这个主持人你报告讲，因为今日新闻伊是本来就有一个这个China Post， 那 China Post 是台湾唯一参加 ANN 集团迄个这个媒体吼 ，ANN 是Asian News Network， 伊就是所有的亚洲的这个报社的一个协会，这个协会伫东南亚国家足侪媒体拢有加入。所以，阮会当利用伊即个媒体甲媒体合作的时阵，充分有即个东南亚的新闻会当入来。东南亚的新闻会当入来，咱的新移民甲咱的新移工都有法度直接看到因较重要属于因国家的新闻。那既然有即个新闻，咱个用双语来去做，所以比如讲
咱会当利用数防部变做咱来甲东南亚国家的即个交流的一个媒体。那安尼，台湾政府咧甲即个新南向的一寡政策，咱嘛会当互咱住伫台湾的迄个移民甲移工会当了解。好，这但是会当实践着咱伫台湾会当多元，吼，啊会当尊重每一个即个来大的即个人民的一个好的方式。对，这是阮的想法。是啦吼，所以即阵咧看的人，拢是啥物人较侪？按照阮伫迄个网络顶悬的调查，即马有咱的基础有增加，咱20%到25%是咱的新移民甲新移工，是，等于75%到80%是咱的台湾人。好，因为咱即马会发现到，譬如讲啦吼，越南对咱台湾来讲愈来愈重要，是，愈来愈侪台商来甲咱即个咱的台商去甲越南做投资，咱越南新娘嘛真侪。所以越南的规个经济甲文化的变化嘛真大，是，所以即个物件就变做讲真丰富。既然咱会当来去做报道，台湾人会愈来愈介意看这个新闻，是，好无共的所在，无共的风景，咱即马咱可能身边人足侪，咱的即个新的住民，所以咱会当了解即个国家的文化，国家即个各国的新闻，我相信对台湾的愈来愈世界化。有影啦吼。只是讲过去，咱讲这个数防部，这个越南语是这个头一个，这个上大的这个族群啦吼。可能嘛是讲，咱根据这个统计，1807年吼，差不多是4乘3这尔侪人吼。啊，过去这个越南语嘛是这个主要这个部分。是。咱目前是这个英语、华语、这个越南语为主啦吼。是。过来有啥物这个发展的机会？阮即马除了你迄个主持人你讲的，这英语、华语加这个越南语了，阮即马已经咧做迄个泰语，吼，咱泰国嘛是真侪迄个这个住民伫咧遮，吼，那搁有迄个印尼，好，印尼语对咱来讲，因为咱即马迄个这个家父的帮佣较侪嘛是印尼。所以，阮即马按算伫今年的4、5月，就要甲即个咱的网络要上线。是。所以即马就变做讲有5种的语言，啊，这5种语言就变做咱就真正会当甲世界讲，咱是世界化的，咱即马尊重咱大家住伫遮的迄个新住民。是，咱讲到这个越南啦吼，咱讲。台湾人去越南佚佗的，是差不多占遐这个2成9啊吼，差不多要3成啦吼。啊，另外咧，咱头拄嘛讲到这个印尼的这个移工朋友，台湾社福这地吼，差不多是7成7啦吼。所以未来伫第2季开始，印尼若这地吼，加落去，咱这网站就甲过去这个数防部这个功能又搁产生啊啦吼。无毋对。咱搁继续来看讲吼，其实咱讲到过去这个功能，咱嘛加足侪这个本早咱集团内底有的这个物件吼，甚至讲游戏的，对。啊，搁有这个姊妹啊，姐妹淘啦，就是桃子的迄个部分。是。搁有啥物其他较早咱无想过这个物件？咱有一个台湾人上界特别的所在，就是因为台湾足侪公庙。啊，阮有一个叫做保庇的网站。保庇啊，保庇的网站拢是咧讨论咱台湾的新名，迄个譬如讲啥物时阵新明星，啥物时阵有游行，吼，咱啥物时阵要摄影，是，吼，那这个部分是足侪台湾的这个时人真爱看的特色，吼，啊，咱嘛有宠物，是，吼，啊，阮的娱乐啊，甲阮即卖迄个耀文中心拢是真拍拼咧做内容，所以会当请各位观众会当有闲来设一个咱数防部的网站，来看一个咱即卖上新的内容有啥无共，然后阮一寡指导。嘛，互你一寡指导啦。对。但是讲遮的物件，要互这个新移民，还是讲这个国际移工啦吼，互因看到，爱有啥物这个转化无？啥物咩角爱伫内底改写无？阮即马拢咧甲迄个主要若有大节日，吼，阮都会去甲迄个企业界来合作，吼，比如讲，咱伫迄个台北车站迄个节庆的时阵，阮就会去遐。请大家，比如说有一段游戏的点卡，讲恁大家耍这个物件，来上阮的 App，吼，来
来下载阮的 app 了后，阮就会当来做合作。另外部分，阮嘛来甲迄个政府单位咧合作一寡活动。是。好，所以这个物件拢会是一个转化的可能性。但较需要的部分是咱爱甲内容做好。为着互因真正看会到，感觉讲这物件真做了真好。有需要的内容，我相信是上重要的。是，所以这内容的部分，到底是偌济人咧甲伊听起来？阮即马国际组来讲，阮差不多8人。阮有4个人专心咧写数风报。是。上趣味的部分是，阮即马数风报的总编辑是一个法国人。法国人。哇。Dimitri 是伊嘛是咱的新作品。是。伊太太嘛是咱台湾人。所以完全是讲朋友来自四方。咱即个台湾即个社会愈来愈国际化，愈来愈多元，所以伊嘛足有热情来希望来讲，会来咱帮助咱的新作品。虽然伊嘛看无原文，嘛无看部分，但是伊拢逐工真拍拼咧，甲人做沟通，就是因为咱的数风报内面有英文，所以咱用英文来去甲越南来去做，所以即马就变做真趣味。咱会感觉讲咱较早咱台湾咧讲的时阵，咱看报纸就是看华文嘛。是。那甲咱台语台共款嘛，咱即摆台语台嘛台文啊嘛，所以讲这个物件就是咱好好来表现咱台湾的活力，甲咱台湾的多元化的时阵。有影啦吼，讲到这个黄董事长甲这个数风报这个结缘吼，其实是真早就开始啊吼。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这个黄董事长是安怎甲这个数风报来结缘，做伙来看。数风报创办10多年的时间，内部经过侪届调整，现在是由 Now News 今日新闻接拍，继续关心新住民的议题。2018年的时阵，迄阵细新的这个传播学院的院长，迄个彭华恩彭教授来找我，彭教授甲我讲，伊即马细新敢若无想要支持，可能有种种的原因。是讲希望阮会当做一寡支持。我嘛讲，这是一个好代志。因为认同数风报的理念，吴军人嘛用行动支持。知影数风报因为资金问题，面对着停刊的压力，吴军人无第二句话将数风报打来，就是希望这么多年来大家所做的努力甲成果会当继续延续落去。所以，阮一开始是先这个关系，做一个媒体可能爱长期的支持。若是安尼拄啊好。这个我嘛拄好接今日新闻，Now News拄好我嘛是2018年的时阵开始接伊，我就研究讲无咱就做伙来一个，互伊更较有影响力，做伙来，互大家拢看会出来。所以我2019年开始接伊的篇幅，然后开始来甲数风报斗相共。虽然这几年政府甲民间开始重视新住民议题，推出相关的政策，不过新住民伫台湾嘛是常常拄到真侪文化甲语言未通的问题。四方报呢，基本上会针对于这次的时事以及疫情，然后呢，我们整理出来一些最新的资讯，录制成影音的节目。我们每天的新闻随时都在 update， 可是呢，外国朋友们住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可能没有办法随时的跟进这些最新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不但把需要注意的事项整理成表格，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外国朋友，例如说越南的朋友、印尼的朋友录制成越南语跟印尼语。除了文字报道，嘛加入影音的内容，互伫台湾的新住民朋友，拢会当伫第一时间得到资讯。数风报嘛，望每一个国家的朋友拢有照顾到，安尼嘛才算是真正多元。即摆阮已经有迄个中文版、英文版，迄个越南，印尼甲泰国的迄个系统开始咧处理啊。我想应该在今年的4月就会开始上线。上线了后，可能规个都拢完成啊。这是一个较辛苦的代志，但是爱做，因为咱即马譬如讲，泰国伫咱即个新移民内面，泰国的人口真正无济，但是我是认为讲，咱若要行新南向，还是要好好要做一个物件，嘛是爱去尽量尊重多元即个代志。
但是咱嘛知影讲，即马咧做媒体是一个真烧钱，啊，无啥可能会趁钱的无。既然要互即个新移民、新住民来看，另外一个部分嘛是会当互我今日新闻的迄个读者会当较了解东南亚的内容。这拢是一个好代志，因为主要是咱甲新闻正确的新闻、好的新闻，互咱的台湾的人民来看。这就是咱做新闻应该爱有的责任。咱讲到数防部这个经营啊，吼，真正是改变足侪啦，吼。但是你过去甲这个数防部直接的这个关系，是自恁朋友内底这个工作者开始的。对，因为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因为因这个处理是大人的关系，所以有这个请应用。有一天去因遐的时阵，我甲迄个应用伫咧开讲的时阵，伊其实已经咱的迄个。中文已经讲了真好啊，但是还是小可感觉，你讲像咱一开始咧读英文，共款意思吼。我就想着讲，阮朋友有迄个数防部，迄阵那个是报纸嘛，我帮你订，互你看，因为其实咱是要支持咱这个数防部的理念，迄阵陈老师陈教授咧做的时阵，我就讲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说订一档的时阵，我有第二届去看伊的时阵，对我有够好诶。伊讲足感谢我，因为较怎讲咱人伫外乡，会看到家己国家的文字，迄个感情，一定是无啥共的。就是讲这对我来讲，恁对我遮尔好，互我看阮故乡的物件，就是讲咱大家伫外口大家靠朋友嘛。所以讲，我认为数防部是一个真好的理念，对咱来台湾帮咱斗相共拍拼的朋友，咱拢应该来照顾。是，这互你上大的这个回馈啊！是，对你真好。第二届去的时阵，第一届添2杯，你觉得真好。是，但是咱讲你对数防部的这个感情嘛，真深吼。过去你是用这个捐钱的方式，一年偌济钱？迄阵阮大概是一年捐100万，希望讲咱的数防部会当起来。但是咱嘛知影讲，即马咧做媒体是一个真烧钱，无啥可能会趁钱的部分。所以阮大概捐2-3档了后，发现数防部安尼继续落去，其实大家会更加头拢真重。所以阮大概伫2019年的时阵，就是旧年，讲讨论讲是毋是讲有迄个今日。这个新闻来斗相共，因为 Now News 是一个较大的媒体，阮的流量嘛较好，咱来去，既然要互这个新移民、新住民来看，另外一个部分嘛是会当互我今日新闻的迄个读者会当较了解东南亚的内容，这拢是一个好代志，因为主要是咱甲新闻正确的新闻、好的新闻，互咱的台湾的人民来看。这就是咱做新闻应该爱有的责任。有影啦吼，就是律师有讲过，数防部的成功毋是变大，也是变厉害。对，真正成功的是倒去迄工。但是伊即句话，你若改写，你会安怎去甲看？律师讲的意思应该是讲，真正吼，当伊发现无即个服务的时阵，大家怀念伊，大家认为讲即个物件遮尔好的代志，但是为虾米袂出？感觉迄个有一点失望啦。是，但我家己是认为讲好的代志咱来去做。好的代志做，因为对阮来讲，阮嘛是一个企业。是，阮伫咧想讲有法度伫即个公益甲一个财务的培养的时阵，有法度去做平衡无？是。即个部分就是伫阮的责任中，阮应该处理的部分是讲，咱来想看用啥物方式来做。咱对媒体应该有的责任，咱袂当欠。有影。但是咱爱因应即摆世界的变化、科技的变化来去做无共的内容。是。若无对咱来讲，若是讲一个媒体伫伊结束迄天，就是伊的上观点。那对咱后继的人来讲，这是对咱头前咱尊重的
中者一个不及，所以咱希望会当来做较好。是，对，去甲延续啦吼，伊的这个理念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咱这个即阵苏防部做出真济这个无共款的这个报道内容吼，啊嘛关注移工，这嘛是去继续落去啦。对。去年咱咧讲这个移工吼，有咧这个抗议啦吼，讲要直聘吼，直接请吼，政府请吼，G to G 啦吼。对。啊，即阵咱看到印尼嘛，这个政策有小可改变啦，因为过去这个母国的这个政策无法度，啊，咱台湾遮两国去做一个季节，咱苏防部嘛去做报道。对，这个部分阮做真济报道，因为媒体唔是咱上后的决策者，但是呢，媒体是第四关，第四关应该做的就是你爱听到这个人民的声音，咱来做出咱应该有的评论。好，所以我是真欢喜讲，啊，咱即马甲咱要请迄个移工的代志，无中人公司，吼，咱会当互咱真正来做的工作者。会当着较侪利润，吼，这绝对是好的代志。所以阮苏防部理论是安尼讲，对于好的政策，咱嘛是爱甲肯定。好，那虽然媒体第四关拢是爱监督，监督是咱的天职，但是咱上重要是好的物件，咱也嘛是爱甲鼓励。好，这就是像我讲的平衡这个物件，是咱用代志的原则是好的，还是歹的来做讨论。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这个政府这地有做到够。嘛是爱甲饲一个赞啦，对，啊那做了歹的，当然即摆媒体对大家咧骂政府是足正常的代志，好，所以我毋是认为讲骂就是对的，是咱来讨论这个物件到底什么是对的，咱来真正好好来监督，而且嘛爱互建议，是提出好的这个方法啦，这个方式，或者政府会当落去实行来做啦。另外咧，要搁请教就是咱的董事长，就是讲。咱来看苏防部安尼啦吼，安尼东山再起了，什么报道你较有印象？我有印象的部分就是我会记是最近的代志。阮的记者去这个花莲，伊去花莲采访咱迄个越南的新娘，伊伫迄个伫花莲，啊伊伫台湾受到教育，受到咱中文的教育。伊就感觉台湾的教育真好，所以嘛发愿要去伫花莲要做一个越南的故事的册屋。啊，伊的册屋呢，佮调工为着这个物件，甲伊的好姊妹啊，两个去越南拍100多公斤的册，倒来1000多本的册，倒来做册屋。啊，阮的记者写的时阵，就讲这足感动的。啊，写了。伊的迄个阅读率嘛足好诶，吼，啊，都我会记伫网络顶有780个分享，所以表示讲好诶内容，还是好诶咱即摆新移民做出来诶故事，若是好诶部分，咱台湾人嘛真爱读，吼，所以这我的印象真深，是一个足甘心的这个新闻，就是讲这个越南新娘嫁来台湾了后，还伫越南搁派1500本的册，等下到花莲，要为着要推广这个越南语啦，对越南语，哦，等于就是讲咱甲过去这个，咱讲伊来遮学中文，学了啊想要甲越南语伫遮吼，或者定根伫咱台湾啦，吼，所以嘛是一个好的内容，嘛值得。互人继续去推广落去。文化甲文化是咧互相来去影响。啊，咱做咱台湾的新文化。台湾的新文化都爱大家来拍拼甲努力。吼，啊，所以对咱来讲，咱的新移民已经遮尔侪人啊，所以咱爱有一个平台，互因去发表因的想法，甲来发表因的内容。有影啦吼，所以这种。这个互动是双面的吼，会当透过咱这个网络的这个力量吼，尤其咱是这Now News上在行的这个部分，所以咱继续要来个看讲吼，其实咱讲到过去，咱达到苏防部，在这个过去真长的这个历史也好，真好的这个基础也好，即阵伫网络安尼拍出去，咱过去的这个总编辑也好，还是讲过去的这个顾问也好，也搁留伫内底啦吼。咱即摆的总编辑甲咱的迄个总顾问，因为咱的总顾问是世新大学的迄个彭华恩彭教授，啊彭教授是一直甲阮这个鼓励，讲啊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啊做好的代志爱希望甲伊做久长，好，所以定定咧甲阮来甲阮这个指导，是，亲像是虾米款的？
譬如讲有一寡新闻，伊就会讨论讲咱是毋是来写一寡评论，评论的角度安怎来处理？比如讲，主持人头仔讲的，讲迄个有关于迄个中南公司的咱各部分，就迄阵彭教授就会讲，咱是毋是来加强咱的力量？是，对，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对咱社会感动。对，有影啦吼。所以这个彭教授也是有这个真深的这个影响力，是咱这个司法部这个推广头顶啦吼。所以咱讲到这个司法部自过去，这个安尼看起来20几档的这历史，自2019年、2020年，登来徛起，你感觉伫这个时代意义是啥物？咱一直讲台湾是一个多元的国家，但是咱较早，你看咱读册也好。咱的迄个新闻也好，主要拢是咧讨论着中国、美国、日本新闻。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咱即个国家人民的组成，咱的即个新移民，愈来愈侪。按照2018年的迄个统计。已經甲咱的原住民的人數已經差不多啊，一個50，我印象中一個54萬，一個55萬。但是咱對咱的新移民的這個看，就是咱對伊的照顧，也是講咱對伊的文化的了解，其實無遐尼濟，真欠。所以咱也有一個所在會當用這個媒體。来尽量互咱来的新移民，感觉安心，会当慢慢融入咱的台湾，这是司法部真大真好的意义。第二点，咱看到讲，咱即马甲中国、甲美国、甲日本一寡关系，无遮尔好的时阵，台湾是想要往新南向，对，咱新南向的人才伫对，咱新南向应该有咱有新移民的第2代、第3代，但第2代、第3代，伊敢了解伊原来伊的父母就是伊的新移民，譬如讲伊的妈妈出生的所在到底有啥物的文化，唔知，好，那既然是安尼，对我来讲。我认为讲做一个媒体，做无共的媒体，这个物件的功能，咱应该要维持。这就是阮当初是在讨论讲，咱会当来做一个好的媒体，会当来了解咱即马甲四边的国家，特别是咱东南亚的国家的一种文化的时阵。咱应该爱做的代志，这是我所无的想法。咱讲到这个新移民第2代、第3代，已经伫这个30几档来，已经是大汉起来了吼。所以因的这个观点更较重要吼。未来可能嘛是咱这个司法部伫咧网络头顶，还是讲操作头顶，会使搁去加运用的这个部分吼。咱继续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咱黄董事长其实吼，接这个今日新闻集团进前，也搁做过足侪代志，亲像讲头拄咱讲着。做过教授也好，做过这个媒体这个经营者好，这个电视台也有啦吼，嘛做过这个记者，咱就先带大家来看讲伊过去这个故事是安怎，先做回来看。因为智慧型手机开始流行，手机开始取代司法部网络社群平台，变成新住民朋友对外沟通得到自信的办法。传统媒体嘛需要改变做法，想办法转型，透过网络来进行报道。报纸伊的成本，甲伊的传播力吼，实在是无法度甲即摆的时代来去对抗，所以。上好的方式是咱来用这个网络，因为手机数位这个部分已经拢是大家拢知影，新移民即马大家手中拢有手机所以，阮即马就希望讲，伫即个网络，伫即个数位行动化即个所在，会让较出力的。时代变化，唔但司法部开始换方向，嘛有一个独立的网络媒体艺人，专门来报道新移民，尤其编辑团队嘛捌伫司法部做工作。司法报结束的很突然，对我们来说，然后可能就有一种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这样断掉，可是要怎么让它不这样子断掉？我们没有经费，我们也没有，其实就是我们就有人没有钱，那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做吧，所以我们就，反正我们都觉得要有人来做，那
不然就我们来做。我们都才20-30岁，然后又觉得，目前我们身边看到的那些不管移工或新住民，他们还是有一些东西需要被大家了解。对啊，那时候就讲，我们应该还是有一点，还是可以花一些力气去重新创一个新的媒体。对啊，就延续以前在做的事情。许一文甲李家宪经历过数风暴暂停的时期，因为唔甘就安尼断线，所以跳出来家己做。其中有丰富采访经验的李家宪，嘛来分享伊所看到的新住民朋友是瓦尼亚有活力，瓦尼亚充满创意。可以给你稍微参观一下这个，就是他们的选美比赛。服装是那个活动的一个艺术家，他叫马里欧，在这里。马里欧是我朋友，他以前也是一个移工，后来就是他申请台湾的一个外籍艺术家的签证，然后通过，所以他现在是一个旅台艺术家。这个服装是他跟一些菲律宾的设计师合作设计的。选美活动算是菲律宾的国家文化，来台湾的菲律宾朋友嘛带来家己国家的生活方式，互咱熟悉因。我了解，看来伊人嘛是对迄个原来数风部的工作团队出来的，啊，我是认为讲啊，这个代志若是一个好代志，大家做伙来做，吼啊，大家来出家己的一份心力，这是一个足好的代志，我嘛真正乐观其成。李家宪嘛讲到，新住民朋友平常时活动，其实比大家想的更较多元。只要改变传统的印象，加一点仔理解，其实大家拢是做伙生活伫一片土地人民。嘛正因为安尼，数风部甲艺人开始调整，变换一个角度，希望将东南亚新住民的报道，互台湾社会知影。咱讲到数风部这个媒体这个功能也好，还是讲这个今日新闻的媒体功能也好，其实拢是爱做到这个监督的这个部分啊，还是讲提供服务互因。啊，咱继续要来请教，就是讲，因为你做到这个媒体做遮久啊，影响你上深的一个老师有无？是，我会记我咧迄个读新闻系的时阵，大学我主要是读新闻。读新闻系的时阵，我有一个。做这个教授咧做新闻采访的教授，吼，伊是主要我印象中应该是外交新闻，岳树人，吼，这个高老师，吼，高老师是迄个第二届世界大战的时阵，中央社派伫迄个这个世界各国的迄个外交记者，因为咱即马咧读，我是台南人啊，是，好，我来。台北的时阵吼，迄是花世界，所以对我来讲拢足新鲜的。是，吼啊，新闻的部分其实咱拢知影，读新闻上界刺激的部分就是去采访，吼，尤其是战地记者，吼，啊，伊就是迄个郭老师是战地记者，啊，伊咧甲阮讨论讲迄阵的时阵，吼，譬如讲第二届世界大战，伊伫迄个战厅上面去迄个日本受降的时阵。吼啊是啥物新闻？吼啊，当初是甲伫德国迄个驼峰的迄个运输，要对较早日本人甲中国迄个封锁掉的嘛，所以咱迄阵迄个民军家当用迄个飞机空运来甲迄个重庆的部分，拢是经过迄个喜马拉雅山。吼，伫迄个时阵，我就讲哇，这个新闻吼是一个咱互你真紧看到世界，还有看到这个。世界最重要大代志的场景，所以迄阵我就感觉讲哇，这个读新闻是一个足刺激、足好耍的代志。所以我认为讲啊，应该来毕业了嘛，要来做新闻。是，所以先去这个助理安保，助理安保做记者。助理安保迄阵真刺激。1990年，就是迄阵规个社会改严了后，吼啊。
民进党迄落迄阵41952抗，我一开始的时阵，一个少年人拢看迄个街头咧运动咧抗议的时阵，吼是台湾上活力的时阵，吼嘛咧真自由、真正义的时阵，所以迄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刺激嘛，足应该这世人袂袂记起啦。有咧袂拢袂记的吼，这个永远难忘的一个记忆的。所以尾手你佫有去这个做着这个电视台啦吼，啊，这个经营这块，尤其是你即阵嘛是你的这个专长的。是，唔敢安尼讲，因为了后1993年，就我91年我捌去细心教册，吼，伊教96应该是96年，是，吼，1996年我实在是真无闲，所以我做伫大学教册的时阵，这个时条我讲啊若无好好啊，甲教育，吼，伫遐咧混日子，安尼嘛毋是毋好，吼啊，我伫1993年、94年的时阵，我就开始伫电视台，迄阵有线电视开始，吼，还有卫视啦，等咧事件的时阵，啊，我就去参加迄个卫视中文台 Star TV， 是，吼，啊，迄阵就开始来做电视啦，做节目啦，吼，啊，中阮嘛做过真趣味的代志，是，吼，阮较早迄个，我可能一寡这个时段，然后印象的时阵，阮咧做啥物名人三温暖，迄阵虞美人甲迄个赵树海，是，吼，啊，阮咧做台湾探险队，台湾探险队，新闻的时阵，吼，啊，我嘛去电视台，我嘛去服务过 ESPN， 是，吼，啊，所以甲即马就爱看运动，看体育，是，吼。啊，我后来上尾爱电视台，我去三立，吼，然后印象的时阵，迄个三立的什么在台湾的故事啊，吼，凤中奇缘啊，吼啊，什么黄金夜总会啊，所以我感觉电视台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是，对我嘛真感谢讲我电视台的这头家，互我有一寡历练的机会啦。是啦，虽然看到做记者啊，到尾啊，这个三立做到这个经理嘛吼，啊尾手过来做到亚洲唱片，这个网络嘛是经理的这个部分。总经理啦。迄阵就想讲网络是一个新兴的产业，是，我想讲来看卖下。即马做记者还是做电视台，做了我感觉讲。可能网络是未来啦，所以阮就去开始来去做网络，啊，网络时阵先做这个唱片公司，对。所以咱从这个岳老师开始讲到伊的这个，互你的这个影响啦，啊，尾手，你只媒体经营遮尔济档啊啦吼，啊，咱即阵佫看到这个 Now News， 对，甲这个数红报来牵入来，是，这个意义嘛，头拄仔你有讲过啊，但是咱要佫问的就是讲吼，这个部分啦吼，伫 Now News 内底。安怎甲你这个节目的这个过去吼，用伫这个网络头顶，你是毋是有新的这个想法的？对咱来讲吼，即马咱咧做媒体的时阵，咱拢爱看媒体是安怎使用。是。伫咱细汉的时阵，你来讲，咱的爸爸还是咱的阿公，是。那透早摕一杯茶，报纸迄个，足欢喜，迄就是迄个纸本的时代。是。吼啊。即马迄个台湾迄个有线电视开始做的时阵，大家拢咧看电视几60台。是。吼啊，即马你会发现，咱即马的少年咧，无一定爱看电视。吼，覕咧厝的，覕咧房间的手机啊，摕咧就开始画。是。所以咱爱针对咱即马手机的方式来去做无共的内容。是。而且咱即马有开始爱有变化，就是讲较早咱咧做报纸的时阵。文字、图片，是咱的重点。是，吼，咱即马嘛爱甲咱，譬如讲咱数红报即寡咱的新作品，爱做的物件就是爱做这个，互伊会当看的伫手机啊上面影像。啊，影像的内容可能嘛无法度像电视台呢，吼，拢一做7点钟，因可能是5分钟、8分钟，你就感觉短啊，讲重点。是，吼。然后咱即马上重要就是爱找到趣味，爱找到咱的评论的时阵爱有重点。哦啊，所以这是即马的这个媒体工作者应该爱做的，就是讲咱对科技
也是咱对咱的内容拢爱知影什么人在看，什么人要用，吼，咱要用什么方式直接甲因讲，好，所以这物件是咱爱面对的，咱所有的迄个媒体工作者爱面对的。有影啦吼，这内容这通路到底伫倒？是，还是讲伊这个平台是啥物？是手机啊啦吼，所以即阵恁伫这个手机啊这个开发嘛导入去啦吼。是，阮有 app， 阮即马嘛咧做影像，所以阮真紧的时间，迄个原住民迄个新住民呢，也是咱迄个外国人讲英文的，即寡内容拢会即马伫我的迄个工具内面，拢去做节目。好，譬如讲，阮大概3个月前，就请迄个美国的出名的 YouTube 来台湾来去做伊的迄个旅行，小盖台湾的对，介绍台湾的迄个观光啦部分，所以嘛真好，是，吼啊，所以而且迄个日本的读卖新闻，吼啊加迄个新加坡的《海峡时报》是的随采用，好啊，所以这物件就是好的内容，若做了好，国际看会到，有影，吼，就真正有影响力。所以这个平台毋单单是咱台湾啦，是行向这个全世界，透过这个台湾的这个观点来书写到这个新移民也好，还是讲规个咱整体吼对这个新移民的这个看法啦。台湾一定要行出去，好啊，台湾其实咱台湾的媒体工作者吼，咱不要妄自菲薄，因为吼咱迄个我足侪朋友甲我讲，吼，因为我定定出差，是，吼，咱迄个中国大陆的朋友啊，香港的朋友啊，甲新加坡的朋友拢甲我讲，其实恁台湾的新闻足好看，啊，新闻好看的原因是因为咱的政治本来就真活泼，是，吼啊，对咱这个所在虽然真少，但是咱定定有真正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咱有咱真丰富的多元的文化，是，所以这物件其实对咱来讲，咱是来做新闻的，是，把新闻好好做，其实全世界拢看得到咱台湾。所以这个卖看轻家己啦吼，尤其咱讲这个内容吼，伫这个 LINE 头顶嘛看得到，所以这个通路真正是拢拍开啊。是。今日新闻今嘛的部分，因为阮专心来做咱的网络，是，所以阮今嘛伫这个信息上面有真好阮的同事有真好的表现。是。譬如讲，阮即马大概一天拢有超过250万到300万的点阅率。是。而且阮即马伫台湾的部分，已经是台湾前15名。好，因为阮即马上新的部分是第11名的媒体的网站。是。所以阮希望甲即个流量的影响力，嘛会当互数风报来直接甲全世界讲。台湾是一个真友善的国家，好啊，咱台湾有真侪无共的厝民，是，好，咱的厝民来自四面八方，所以叫做四方报，对，所以咱看到吼，这个毋但是四方报东山再起啦吼，佫互台湾一个新的这个，互人看到的这个机会啦吼，今日非常感谢董事长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谢谢，感谢主持人。工作四方是朋友，人会报道兼服务。今日台湾新界文化新台湾，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感谢，谢谢，多谢，谢谢。谢谢。哇，所以咱这阵也佫有第2季就是4月开始，4、5月咱就开始，印尼到泰国，对，先上印尼，因为印尼的营销手法开始。啊，应用大部分那个，咱即摆迄个。